真侪人介意透早就来一杯咖啡，若无啉精神就袂好。伫咧外国嘛有一份上新的研究指出，甲无咧啉咖啡，也是规工拢咧啉咖啡的人比起来，敢若透早啉咖啡的人，得着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的风险是减少31%。Oh, at least 4 cups in the morning, but I never drink after midday. 对于真侪人来讲，逐工早起起来啉一杯咖啡提神是一件上重要的代志。即摆有上新的研究指出，早起啉咖啡使致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无啉咖啡也是规工啉咖啡的人，佫较低31%。Say 1 in the morning, that's essential for mental survival, and then 1 now, and then 1 after lunch. Turkish coffee. Every day, maybe 10. 这篇伫澳洲心脏杂志期刊发表的上新研究，针对啉咖啡的时间对心脏健康影响进行调查。研究团队分析1999年至2018年中间，参加美国国家健康加营养检查的调查，当中40725个成年人饮受加健康数据，了解因是毋是啉咖啡、什么时阵啉咖啡，也甲啉偌济咖啡，佮甲这个数据加将近10年来死亡记录来做分析。结果显示，甲无啉咖啡的人比起来，早起啉咖啡的人因为任何原因死亡的可能性降低16%，使得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降低31%。若规工啉咖啡的组别，甲无啉咖啡的组别中间，死亡的风险无明显的差别。Oh, there's a lot of evidence that drinking coffee is actually good for you overall. And so, no, that's completely unsurprising, the fact that drinking coffee in the mornings is beneficial for heart health. 另外，有专家指出，这项发现可能的解说就是下晡还是暗时啉咖啡，会扰乱生理时钟加褪黑激素这个荷尔蒙的水平，因为褪黑激素分泌不足，加血压欠管氧化，心血管疾病风险升悬有关系。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